各位親愛嘅加新之友，有一位巴拿馬嘅姊妹，佢聽講加拿大開辦好多嘅恩愛夫婦營，佢心入邊諗：如果巴拿馬能夠有，真係好啦。神聽到佢嘅呼求，當佢嘅教會報告話加新將會去到巴拿馬舉辦夫婦營，佢好興奮。估唔到佢老公比佢更加積極，於是兩夫妻好快嘅就報名參加咗營會。呢一位姊妹響營會之後咁樣分享，佢話：我哋嘅婚姻就好似一盆花，以前都唔識得淋水，就逐漸嘅枯萎。營會之後，我學識咗啦，我每日我都要淋水施肥，好好嘅栽培呢盆花，就能夠越嚟越靚。另外一位巴拿馬嘅營友咁樣分享，佢話：我哋嘅婚姻就好似隨時隨地都會突然之間興起嗰種嘅狂風暴雨，兩公婆都好辛苦啊。去咗營會之後，感覺異過天青，見到天上藍天白雲，最緊要嘅係睇見咗盼望，揾到咗出路。各位家親之友，然而唔係每一對嘅中南美洲嘅夫婦都能夠有咁樣嘅福氣，可以享受到大家以前享受過嘅夫婦營嘅幫助。加新睇見咗中南美洲有好多好多好痛苦嘅夫婦，其實佢哋心中嗰種嘅需要，嗰種嘅呼求，我哋睇到咗。因此，我哋鼓勵大夫婦用自費嘅方式係去參加短宣，能夠將夫婦人呢啲祝福係帶到呢啲地區，去傳揚主耶穌基督嘅福音，去幫助呢啲夫婦成為主嘅門徒。我邀請大家同我哋一齊同工，我哋喺前方為主爭戰，你哋喺後方祈禱預備糧草，喺奉獻上邊支持我哋。9月17號星期六，加新喺加拿大各大城市同時進行5公里嘅步行籌款，我哋需要5萬蚊作為宣教事工嘅啟動基金。你哋嘅奉獻將能夠祝福到下邊嘅群體。第一係中南美洲嘅教牧同埋宣教士夫婦；第二係有經濟需要嘅當地營友夫婦；第三係為中南美洲嘅眾教會去栽培婚姻家庭嘅事工人才。我邀請大家參與支持呢一個咁有意義嘅事工，請去到加拿大加新嘅網頁 cffc.ca， 或者你撳下邊嘅鏈接去奉獻支持。如果你係收到大夫婦嘅邀請，可以響步行籌款人聲明填上佢哋嘅名字，表達對佢哋嘅感謝同埋鼓勵。主耶穌基督話：施比受更為有福，而我哋每一個都能夠成為更加有福嘅人。願神賜福